第6周，禮拜四，撰稿人周朗升。馬太福音第26章69至75節。彼得在外面院子裏坐着，有一個使女前來說：你素來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穌一夥的。彼得在眾人面前卻不承認，說：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。寄出去，到了門口，又有一個使女看見他，就對那裏的人說：這個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。彼得又不承認，並且起誓說：我不認得那個人。過了不多的時候，旁邊站着的人前來，對彼得說：你真是他們一黨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來了。彼得就發咒起誓的說：我不認得那個人。立時雞就叫了。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：雞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他就出去痛哭。經文內容：彼得知道耶穌被判處死刑之後，非常害怕。佢由大祭司嘅院子逃到門口，再走到街上，經歷咗3次靈魂拷問：你係咪同耶穌一齊？呢句說話係呢段經文嘅重點，代表門徒已經預備好承受跟隨耶穌基督嘅後果同代價。彼得3次回應都係強烈嘅否定，佢唔敢講出嗰個人嘅名字，甚至為咗得到民眾嘅信任而發毒誓。呢個誓係指向自己嘅信仰。就喺第3次否認嘅時候，雞啼聲響起，喚醒咗佢，使佢懊悔痛哭。細思慢想，相信絕大部分嘅基督徒都會渴望同主一齊嘅關係。呢份關係好似會為生命帶嚟無言嘅平安同保障。主會同我同在，無論苦難、傷痛、貧乏同困難等生命狀況。不過呢種一齊嘅關係係上帝單方面同在，定係我哋同上帝建立嘅相互關係呢？我哋喺需要主同在嘅時候，又有冇睇見主需要我哋同佢同在呢？彼得懊悔痛哭，相信係睇見自己同主一齊嘅關係幾咁脆弱無力。佢面對恐懼嘅時候，甚至選擇同主企喺對立面，詛咒自己嘅信仰源頭。今日我哋渴望同主一齊，除咗渴望上帝進入我哋充滿唔同需要嘅生命之外，又係咪渴望連結主耶穌基督嘅苦難同福音嘅使命呢？向上帝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差遣你嘅愛子耶穌基督，主動尋找並連結我哋嘅生命，讓我哋喺有需要嘅時候經歷你嘅愛眷同豐盛。求你原諒我哋面對恐懼時嘅軟弱，差派聖靈時刻提醒我哋，幫助我哋同你真正連結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行出真道，同主一齊，唔係單單要求上帝進入我哋嘅生命，同時亦都係上帝對我哋生命同佢連結嘅邀請。願彼得被雞啼喚醒嘅片段，能夠成為我哋嘅提醒。真正嘅同主一齊，係需要我哋同主耶穌基督嘅苦難、使命連結，先至可以喺困境當中活出基督嘅見證。反思問題：喺生命入面有乜嘢事情、困難，成為我哋同主一齊嘅障礙呢？睇見耶穌基督所承受嘅苦難，喺世上嘅使命，你嘅回應又係乜嘢呢？